确实很多，但是在片中我们都是把它当做工作嘛，所以就是拍戏的时候都是投入感情在里面，但是导演一说卡，我们就立刻就回到现实状态了，哈哈。完全不认识，理智不理他了，理智不认識呢個對手，很無情地把他推開了，就是很好。係咯 ，Frankie， 你對於呢一個咁野火嘅對手有啲咩感覺啊？點我直情回應佢㗎？覺得係導演佢真係度身訂造，係即係好似一個生日禮物咁啦，揾到咁配合到個角色嘅小事，係啊。但係兩個咁親密咧，會唔會即係都有啲尷尬嘅咧？定係真係會動出呢個真感情來啊？其實可能我哋丹尼個外貌咧太過正啦，所以我完全係零感覺㗎，係啦。咁啊，問翻呢位初戀嘅感覺嘅。我幫佢代答啊，正啊！正，即係代答翻即係同阿 Frankie 嘅對手我自己正啊哈！有冇親熱鏡頭或者比較大膽嘅鏡頭㗎啦？其實如果同莫爾文咧就親熱同大膽係會都有嘅，因為始終有少少 puppy love 咁啦，咁拍出嚟咧係比較浪漫啲嘅，係咪？啊哈！都係好徹底㗎。啊哈！所以你喜歡這個對手嗎？你喜歡他嗎？喜歡 Frankie 嗎？当然喜歡，很喜歡啊！兩個女孩子都要爭奪一個男孩，唉，呢個真係好生活化㗎，成日都係咧兩個女仔咧爭一個男仔，都唔知為乜咁樣咯，啊 James 啊！係啊，佢哋而家都唔知點。係咯，唔爭你啊！想爭我依家我個問題係點樣爭？